新北市卫生局昨呢是接到这麻确诊的通报，这是一个住伫中和42岁的男性，因为伊捌接触过这境外确诊的个案，2月19就开始发烧，而且嗽，也佫有身躯也开始出血。目前这新北市的这卫生局已经鼓励526个接触者，就要监测到3月17。医生是提醒讲，这出血呢是靠空气咧传染的，若准有出现这个症头，就要赶紧去找病院。 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出麻的群聚案件，源头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伫咧境外感染。新北市卫生局拜四接到通报，中和区一个42岁男性伫咧检测期间发烧，23出血，隔当天由病院通报确诊。卫生局也鼓励526名接触者，而且公布个案的卡价，伫咧过年期间捌去过西门町、祥和病院等等。 今日麻疹确诊个案为本年2月12日疾管署发布北部8个月大本国籍男婴境外移入案之接触者，目前状况稳定，居家隔离中。医生提醒，出血患着风险真悬，病毒会伫空气中维持2点钟。初期的症头和感冒同款，出现嗽、红目睛、流鼻水。伫咧发烧3、4天了后，会出现喙内白点；7天至18天了后，会对面开始规身躯出血。 麻疹呢，有一点类似空气传染就是它的传染力非常强甚至比我们现在讲的新冠、流感传染性都更强。那麻疹呢，最怕的是说，它得了之后呢，有时候会造成并发症、中耳炎、肺炎，甚至严重脑炎。 疾管署也指出，最近全球几内个国家出现出麻的疫情，境外移入的风险较大。医生也提醒，即马是出血的传染期，尤其是30岁至60岁之间的民众，过去敢若做过一剂的出血疫苗，要找时间完成第2剂，保护力会当达到95%以上。记者陈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